甲伊双人做阵去游街，伊有伫阮讲起爱情，说出青春梦。伊搁讲阮是上爱行，是最真活重，予阮一时受着歹势，见啥物爽？预计一日甲伊行入一间小地房，双人伫坐，满面春风，甲微微清香。伊是后对阮讲起结婚的事项，予阮一时受着歹势，见啥物爽？一日黄昏，甲伊讲起两代成愿望，会伫结婚，毋免等待3年又2冬，会伫做成可爱囝儿，幸福一世人。予阮一时受着歹势，见啥物爽？